大家好，澳門市兩名非本澳男子1月24號喺某娛樂場認識一名內地女子，隨後該女子到兩名男子租住嘅酒店房間休息，直至1月26號上晝11點，其中一名男子自行離開房間，留低另一名男子同該女子喺房裏邊繼續休息，至到琴日清晨6點半喺房間瞓覺嘅男子起身，發現該女子就已經離開。經檢查之後，發現一個屬於朋友嘅黑色背包唔見咗，懷疑被該女子偷去，隨即致電通知朋友並報案。事主報稱，黑色背包內有6萬港元現金、3000蚊人民幣以及證件同埋衣物。司警接報調查，尋日下晝喺某娛樂場拘捕女嫌犯，被捕內地女子姓張，45歲，報稱商人。司警起回屬於事主嘅黑色背包、證件同衣物等贓物，另檢獲2300港元籌碼。相信上述籌碼為案中部分贓款，正追查其他贓款去向。司警落案，控以加重盜竊罪，案件移送檢察院偵辦。